嚟呢台冰箱執你3嚿水，包送你入屋。呢一台咧就係少有熔升嘅，去到70個寬度可以有452升嘅冰箱啊！呢一台冰箱嘅話，如果正常都係賣緊3000蚊左右嘅，呢期補貼落嚟2399，真係抵到不得了，一級能效嘅。內部嗰個結構咧都係一個法式門嗰個設計，佢係少有呢度有拖筒嘅一個法式門啊！呢台機總體嘅做工咧唔算好靚，但係2399嚟到講咧，佢真係性價比好滿嘅，可以講係同等價位非常之完美嘅一台機。70個寬度你就要預留有80個呢一個擺放嘅位置，因為左右要留地方散熱。咁拖筒門嗰個設計俗稱又叫做法式門，帶住全生態養鮮嘅，外觀方面亦都算係比較好睇嘅一款。咁有2399性價比真係好高嘅嘢嚟嘅。嚟再介紹多一台，呢一台咧係可以嘅，406升，一級能效，又係70個寬度嘅。呢一台冰箱嘅好處係咩呢？就係玻璃嘅面板，玻璃嘅面板咧就係用幾多年放幾多年嗰度唔會變舊，依然可以保持得咁新淨。呢一台嘅話，呢期我哋出到2639，一級能效嘅。內部嗰個結構算係比較家用冇咩問題啦，但係你話佢好大冇辦法嘅，因為70寬度只有咁大嗰個空間，10字木個設計。咁樣抽筒方面都係各有3層，一共有6個抽筒，帶埋0度保鮮，基本上算係2500蚊左右嘅話，可以建議大家入手。不過嗰啲咧就70寬度，介紹多一台80幾寬度嘅呢一台咧，仲平過頭先嗰台。呢台係美的嘅460幾升嘅，就2499。呢一台機咧83個寬度，你就要由最少有90個位置放得落嚟啦。咁啊，點解仲會越大仲會平咗呢？呢一台機又係玻璃嘅喎。嗱，佢80幾個寬度咧，整體個冰箱就會變咗大咗好多噶啦，因為佢多咗10幾厘米出嚟啊嘛。咁樣整體嚟到講，呢台機嘅外觀，好多人唔明白，可能2000幾蚊可以選擇嘅冰箱太多，但係咧呢台機點解要去到2000幾蚊咧？呢一台機又係玻璃面板嚟，佢唔係噴漆面板嚟嘅。所以通常好似呢啲叫做噴漆面板，呢啲叫做玻璃面板。玻璃面板啲冰箱咧，普遍會嚟講會比較貴。反正2499嚟到講，一級能效，美的嘅460幾升玻璃面板嘅。哦，呢台機有一個好處唔記得同大家講，佢個抽筒係好特殊嘅，成個可以抽出嚟嘅，你就可以放一啲好特殊嘅嘢。總括嚟講，算係真係好高嘅嘢嚟嘅。反正2500蚊左右，目前嚟到講可以重點考慮呢台。